他，必定是你的死穴。理由？都给我退后！这几人偷了大圣城防图，不能退。娘娘，怎么办？都给我退后！都退后吧。退后！怎么和我知道的历史不大一样啊？我怎么感觉反而陆鸳鸯输了？不行！放开他！丞相，杀了这小子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不，等一下，大家别激动，容我说两句。什么人？李丞相，你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依附真能保生存吗？像北烈这样的虎狼之国，只会以小国来养自己的侵略之战，依附于他们，只怕是以肉似虎。一旦拿到降表和城防图，他们就会以代圣平乱的名义进入江东，到时候你还有什么用？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兑现承诺呢？历史上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？胡说些什么？丞相，北烈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是真心的过河拆桥，兔死狗烹吧？胡言乱语！